新鲜嘅介绍是来看到歌戏国宝杨丽花头尾让16年，这个月新的利是特别伫咱台视杀上新的作品《忠孝节义》，为了要招戏迷做伙准时收看，国宝杨丽花要求徒弟陈阿兰爱伫咧剧本的歌戏时加参一寡较白话字，互大家一个听到有。观众伫咧看戏的时嘛较袂沙无。陈阿兰嘛讲到伫咧搬这出新戏的时，因为马真歹溜掠，国宝杨丽花一个无细利线搬落马，拢无法动点，继续去扑煞，互人看到杨丽花敬业的精神。就伊名叫听音的大夫，百姓拢称呼伊听神医。演神医听音即叫，歌戏国宝杨丽花伫剧中来发挥出叫的演技，看伊安尼舍身救人，煞颠倒互人家翕菜叶啊！这一幕幕看鹰牙土面的模样，互迷众看到是安尼心肝足唔甘的。国宝杨丽花，让16年搁转来咱的电视荧幕咯，唔那兼台视新戏《忠孝节义》的主演甲总制作，为着剧情的需求，杨丽花搁亲身骑马来上阵，结果马仔歹控制，害伊煞来跋落马。不过拍戏的现场嘛是安尼继续刷落去。杨阿姨被马摔下来，然后我们就大家跑过去。然后就导演跟我就说啊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。结果杨阿姨拍拍屁股说，为什么不要拍？继续啊！杨丽花这敬业的精神，和其他的这个歌戏后辈，拢一直咧讲国宝就是国宝。为着要让观众来感受到歌戏特有的魅力，杨丽花唔但对剧本创作有真点点的要求，就连台词音效嘛拢足讲究的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哪会在考咧？我迄句我搁补较紧张咧啦。就是一定要押韵啊，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，你要简单易懂，然后还要让它刻骨铭心。为着要让歌戏流传，通开花结籽，杨丽花甲伊的爱徒陈阿兰足拼势，以这个新戏《忠孝节义》来和观众见面，希望会当过一摆来引起这个歌戏的热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